嗨呀，各位聽眾，歡迎來到呢嚟邊呢學嘅節目。按照人呢講嘅，人覺得人，人真係三八咧嚇。因為這禮拜話題咧，就是會講，講你無阿解嘅話，無笑過傷人嘅心，還是講無意思嘅話，叫做無阿解嘅話。會咱個 discussion 就係咱嘅這個 panel of discussion 是。咱個老鳥微微娃娃歡迎 ，Hello， 大家好。感謝你來參加我哋節目嚇，微微娃娃。我真係客氣嘅，叫你哦。個你。冇，我是要當然客氣啊，佢嚟講。實講極妙話你嘛。冇，就是客氣。呢個怎麼咁鸚鵡嘅？怎麼鸚鵡啊？你對啦，是講，微娃娃真係感謝歡迎來參加，真係你背嘢啊，當然。冇啦，微娃娃都看到你生日啊，唔是啊？冇咯，我同你講，我最近嚇係一條小影講到成個保險嘅啊，我梗係背呢 spoil 掉嘅了。係啦，你未使你快，你未使為一條小影嘅。你看下你刪，你 continue 刪，你慢慢看你個個分享啫。แล้วก็ว่า另外一個講條背，讀背景歡迎。Hello， 大家好，我是讀背景。歡迎人嚟參加我哋節目，做我特別嘉賓。咁有我另外一個對嚟參加啦，成件啦，都對嚟參咧南西歡迎。大家好。南西啊，不知嘅幾禮拜都俾我講幾個事個。會使講咯，看幾點啊 ？OK。會使講嘅。你冇辦檔啊？冇辦檔嘅啦。定住你讀不多條是個講。這個價錢乜嘢啊？係啦，這個線咧 ，OK。你講你講咩？講咩？講到這裡。按照會講幾個故事嗬，會講福建話較好聽嘅。是咩？南西，啊那嘢，OK，會使啊。我覺得講好講啊個好咧。你不要烘梅，你烘梅我講話做乜嘢咧？夜燈跳得龜咩啊？跳燈夜談啦，跳燈夜講了嘛？我講啊，我未聽到過。我未聽到過。你最近你就咪聽你最近你冇聽別人嘅即個 podcast 啊？有我聽過，我 subscribe 過。時間我未聽過，你可能時間我成日我做過嚟時我咪聽咯。OK， 這個禮拜咱們講無阿解話啦，咱講話後面物件較濟是無講到是講是都無阿解話小驚來啊！我靠，唔知會聽未？等我考一看，小驚會唔會來參加咱講無阿解或者話題？了，咱學南西講起先。南西嚇無阿解後面物件。我第話解我哋杜蘭嘅我哋杜蘭嘅啦，就是揸起電話嚟，是唔是？你都聽係是，而家都講，都未困聽啊！我較濟時香港講我哋係成人嘅。成啱咗成。我講是我冇困聽，我是冇聽這個電話咯。是嗎？是唔是？是不是？你當時做啲咩？沒有啦，冇啦。冇，是咪你當時你做啲咩？是咪咯？講會話。我特別有陣時是下晡有陣時是11點咯，10點幾11點咧，有陣時因為你啲你未困醒啊，冇咧下晡3點嗬，你啲困啊。聽有可能聽到你聲愛困。聽到你聲愛困，唔知喎，特別有做工嘅嘛，奇怪哦。規日就是靠你困了你未困冇你困掉，嗰時你未困醒啊。我是講，你打電話嚟時候呢？打電話嚟，你知做咩啊？我講，我哋教你講話。我哋教你講到電話。你哋講咩？話解，你等陣會話話，但係你會講咩？但係你講。特別我感覺到講呢嗬，我是會較無解淡薄，你是講你無解啊？可來的是，你無解是別人無。because 我係罵人嘅，是講我困了，我困了，
แล้วว่าคุณเนี่ย actually 是車啦 but that moment นะน่ะ是講บรรลุคุณแค่5 minutes 5分鐘嘅那款啊แล้ว咁好電話來เนี่ย啦แล้ว伊就特別好一名咧喎แล้ว講個一大段唔知講係咩啊名啊講啊安怎maybe sometimes 是梅魯物件嘛對吼แล้ว我講你家己不要去做咩你不要用你腦我講嘅話就真正無好聽種啊真正無阿解啊你不要用你腦去想咩嚇啦你是無阿解話做你無阿解係啊啦唔知啊，就是講困車嘅時候，我會成日講你脾氣無好啦。啊，我脾氣啊，嚇對。你揾 phone 嚟是 parents 本嚟掉本。喲。sometimes 唔是講有淡薄無客氣哦 ，sometimes 就是我講話嚇。你這個東西你可以自己解決咯，哈，這樣子啦，啊你講。人來梅魯物件，你自己解決啦啊 ！OK， 我現在沒有空。我要去睡了。你無話解咯。上啊無上人啊，你款去啦。哦，你知哦。你係後悔啊，或者你不後悔哦？不成日講 regret。一攰一請啊時，個就係歡喜哦。哦，你剛才找我什麼事啊？哦，你是家己冇咩記嚇。你家己冇咩記嘅？起頭項啊！我起頭項，我係項下。哎呦，你那是起頭項㗎，我爸你啊！誒，我同你講啊，個就真好笑，誒，嚇，那個就好笑哦，實在是伊人款啊，是因為我物件，我係講緊去別位去嘅。哦。別位無關係物件去嘅，แล้ว伊人。聽個莫名其妙哦，一樣的梅魯講，誒，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你看，然後講，OK 啊，然後我就冚起啊。嗱 ，actually 我是會知講伊人 phone 來，特別我唔知我講係咩嘢啦，佢後時攰啦，行得日車咧嗬，然後我就 phone 佢，剛才我講什麼？就是講你唔是無話解咪 root 啦，你是自己下面你自己想冇咩賺可能。sometimes 是 because phone 嚟，我講事嘅時講。小驚講咩？是你第二個房間嘅朋友接佢你先。哦呀！你第二個朋友接佢係啦，你啊，係喲，阿妹啊，咪講啊啦，我最近就衰啊，咪講啊。แล้ว冇啦，sometimes 是講ทะเลจากขี้嘅ห้องหัวห้อง是特兜本有嘅。人嚟叫我車本好啦 ，sometimes 啊，伊人是講有當時是唔是用電話，人嚟安尼講叫我車呢嗬，伊調解啊。我就你咁講你 cousin 就擺條命嘛。啊，伊調錯誒。誒，我問你，大媽啊，你講即係OK，各位聽眾，即係禮拜嚇啊，即係 weekend 啊，即係拜六禮拜有係咪比較特別日子？你會話話？哦，即係呢是這裡呢是大馬部落啦嚇 ，Malaysia blogger Mandarin 嘅啦嚇，定人嘅呢嗬，伊人有一個 activity gathering 咯嗬，แล้ว是人嘅一個沙湖主辦嘅啦，แล้ว伊8月7號咧，若是講你有寫 blog 嘅啦嗬，แล้ว若是講是較濟本是 in Mandarin 嘅啦，我看都。出來 blogger 啊，較基本是 Mandarin 嘅咯。แล้ว若是講有興趣嚟講咧，都會使參加一個 gathering 咯。แล้ว伊人到8月7號有一個 bowling 嘅比賽咯，到下晡時。แล้ว阿妹。拜啦10禮拜是叫 bowling。แล้ว7點半呢，嗬，就有一個 blogger 嘅 gathering。blogger 嘅 gathering 咯。到啲類。到 roti bakar 嘅位。roti bakar 係咪？到 Times Square 哦 Times Square roti bakar 一店嘅名嚇 roti bakar roti bakar 是上邊咧燒roti 嚇都係 roti bakar 對แล้ว伊個 bowling 嘅比賽呢是到 Penang Bowl Victoria Secret Penang Bowl 嗰邊哦 Victoria Secret 嘛กับ bowling 嘛แล้ว8月8號呢嗬
8月8號你就有較意思淡薄咯，就是講9點呢，伊人是去看迄個 heritage 咯。哦，我哋爽嘅咪去。特別呢是行落去咯，就是講到迄個 Georgetown 位。安尼款行落啊，一個 heritage 去，另外一個安尼款咯，行落去咯。แล้ว3點呢，伊人就是去拜訪迄個恩惠之家，迄個是做善事嘅咯，是就係講老人院啊，安尼款物件嚇。แล้ว所以是3點8月8號，所以呢有興趣嚟講呢，嗬，都會使去我。blogger 會使 blogger 唔是 blogger 俾佢參咪使。blogger 嗱，哎呀，你捌山湖就會使去啊啦。係啦，最捌山湖嘅人應該會使去啦。成個就老咗你看咯。Facebook 乜嘢啊？成講你有 Facebook 嘅啊嚇 ，because 有嘅 blogger 有嘅伊是 last time blog 啦，但當今無 blog 啦嗬。แล้ว特別伊是有用 Facebook 啊，安尼款啊，所以伊人本是有出現本啊。你會捌山湖嚟講，你就會使應該是會使參加啦嘛，要緊嘅。你講去別人安尼款啊咯。你 information 都俾自己帶吹咧。伊我網頁會吹。你網頁是 Lonely Jail Room lonelyclass.com lonelyclass.com 係咪咪嘅南西？寂寞監獄。寂寞監獄啦嚇 lonelyclass.com OK แล้ว舊時你 information 到底你網頁會有already up 未啊 now up แล้ว誒對 OK so 我會使 link 去你網頁還是我會使幫 information 到底邊度見到咁嘅網頁本啊要俾報名係喎特別要報名啊係咪對嘅 help remote 是唔是人 phone 你 hello 嚇住 phone 咯哎呀人 message 嚟呢一個 boss 掉咧แล้ว7月31號啦 but then I think 若是講大家愛參加嚟講伊應該是 OK 嘅啩會啦7月31號是後尾直接報名嚇報名啦但係你是 for bowling 嘅哦because bowling 伊愛再講幾個人咧伊愛安排你練嘛安尼款嘛若是講人聽到現場聽講聽到之類若是講要去 join 嚟講人就講其實31號不夠噶嘛咁咪去報名咯แล้ว若是講11號過了你本 still 會使問山湖嘅 maybe 伊人無夠個呢還是安怎呢其實若是當我興趣嚟講 even 當你當今是2號過31號嚟講若是當我興趣嚟講佢使過去邊咧即係 Lonely Glass 誒下邊看下伊個大白 blog 誒即係 activity 大白大白啊大白嘅好聽แล้ว OK 啦落去下邊看แล้ว OK แล้ว直接บัว街嘅人啊佢咪佢係咪係บัว街南不是到北京咧到北京係咪บัว街嘅哇我捌拄過我做工嘅朋友啦嚇，介紹邊啊啦，伊正บัว街咯，伊坐到邊啊，講到裏面嘅不多啊，到時我係個邊咯，伊弄到一個邊多啊，伊無講 sorry 嘅啦，伊頭一句講咩？你個邊係㗎呢麼啊？交บัว街嗰時流。人流咧，講我係破工嘅。呢是華人嘅，笑啊！落做歹人做多人物件冇講 sorry，個講人哦，講嘅是人話嘅了。誒，即係那老人啊，那搞呢？以老歪老嚇，掉啲我掉啲係掉浪多嘅嘛。所以就跌，只可能講講對。我下時我係掉浪多嘅嘛。是咯，就等你嚟浪。哇！家叫你上牛人。特別有嘅人是安尼，伊成日講伊嘈啊，做嘈啊嚟落咯，我隻錢變配，ICI 變 C 變咧嗬，伊做嘈啊嗬，伊無承認伊嘈啊嗬，咧伊就 try to 成日講隨細項嘅物件 ，maybe 是 on 路嘅位嘅嗬，咧伊就亂路安尼款咯，即個本是真無解。係啦，試一試。
哟，比較係老人正你看你哦。安怎講？我阿爺嘛，人老了驚輸嘛，驚輸啊嘛，驚無面嘛。驚輸驚無面。是哦。because 老人咧，一大肯啦，一大過路嘛，伊嘛學你講嘛。唔使道歉嘅，道歉別真講 sorry 嘅咯。啊，別使講。因為浪多裏面講 sorry 其實係嘢事嘛。咦？你食鹽多過你食米啦嘛，行橋多過你行路啊嘛。係人咧，因為咱成日講咩苦嘅，平時一大擔咱嚟講嘅人。啊，小驚你小驚，你有人甲你講你無解，或是你講無解，或是做咩無解事？無解嘅物件，啊，甲招啦，無應該做嘅物件本有啦。啥物事無應該做嘅？無解啊！無解我是無想到呀，成成講無想做嘅叫咩使？但我微微爸爸講啊，所以講。就係講去門口位哦，你落淚，你就係講特登有你落淚啊嗬，有你問你問落叫你就落淚啊，對嚇，幫開鏡，看幫開鏡。แล้ว我能試行無淚嘛？แล้ว咪อย่า去頭殼去橋，你就係講人開係咪啊？咱開你 gas 水啊，你掛哦。哦 ，soft drink 食掛。你掛可以而家嗬。哦。啊。罐你叫做咩啊？你掛可以而家那個攞筆紙，反正啊係攞紙啊。對掛，我對 cap 啊。啊你下冇對鐵，你玻璃冇對掛，叫做金珠掛，咱叫金珠掛。金珠掛啦。咱叫金珠咩事？但係咪叫沙士？水蓋唔是咩？識人叫。沙士掛，肯啊！沙士掛啊，荷蘭水啊！沙士咁知瞓打啦。哦，荷蘭水啊，叫做荷蘭水。荷蘭水。梗係歹聽啦，荷蘭水。你夾你鐵腿講喺邊邊係落去啊？係แล้วมันหลอกบัวอีบัว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หลอกอ่ะมา佢講咯啊如果你บัว嘅時候佢其實落個字佢咧嗬呢佢係攞件落嚟啊嘛試撥嘛你梗係搞你咯佢用咯你梗係搞你有บัว街嘅你都發你冷一用我俾用咯我條劇嚇有時嘅真有真咯有時未真因為我講聽個另外隻物件無阿解就是無阿解就是去你站板咧嚇打波，尤其是棒球嗰時候成個就是叫你 sit 嘅。係你是表無準，係啊冇解啊！你夾起來，夾起來嘛你 sit。哦夾你啦，我找我哋有見啊，bằng了咪長嘅。哦，係啦。係啊，我找我哋見了別字咯。其實啊，即係就我諗咩啊？講下你掛，你就講下你借掛。嚇。Hello。嚇，借掛咩數？有苦嘅條，有白機見面苦嘅條，แล้วตากาออกแล้วมันเป็นเจแล้วแล้ว你想你見呢？因為每人啊，人講人夾咧苦嘅掛，啊夾起冇夾唔是苦掛，借掛夾起苦啦，是因為已經拿三咧，是人家條苦起咧，啊是有人關係幫曬幫苦嘅就萬別借了幫一樣苦起咧。Hello。一樣是人揾咯，佢自己做聲咯。啊，唔是因為拿三嘅事啦，是自家苦啦。當今就少講有苦嘅，就辦啦嗬。少啦。喂，記定到我細漢是幫苦嘅陣辦，我細漢到厝是幫苦嘅陣辦，我樓下是苦，樓頂是坐嘛。因為我準備是我是個幫苦嘅，你頂下樓頂坐陣辦是到底在一間裡面上一間嘅咋？因為是盤到主要我未幫嘅喎，伊咧蝕淡嘅頭殼淡我未幫嘅，所以我就叫mình苦咧，變咗苦啊關係，一時就條苦咧，是我上個人講定當然未啦，當然苦啊，我會幫啊，特別我唔知會打閒。
唔知企喺褲一卡鼻嘢就係，哈褲一卡鼻嘢。卡鼻起來，叫佢起來，夾把刀落去塞啊！你阿人白燒咯。啊，那你咪叫日本牛語嚟 call 但冇咁 call。你聽未？小姐聽未？嚇！小姐你講未？小姐？我個見你啊！我見住你無阿解嘅啊，係哦。嚇！嗰時啊，你放西了啊，無放西啊，伊個手持你喺果嘅，你別。耶！我係你講你冷嘅，啊你捉到無阿解。你安怎牙超？係咪牙超？你做呢啲嘢？用超嘅棒啊！yang ni mai bisa masih betul. Oh, bisa masih betul. Yeah. Cái tu做。哦。tu。tu做行貴咗啲。因為古早嗬，我是做啊你 super 咁大，無你冇去冚面啊，明見咧你睇講咧。嚇。所以我古早嘅講嘛，白帶面是嘛嗬。嚇。呢但是啊放工啊，你咪是放咩去放咯。嚇。你就接佢，你就開起來呢嗬，使無搶個苗筋嗰隻哦。一個路你一別個咧過噶，你使個咧一就臭啲嚟呢個使。你個苗筋啊，你真係搶水嘅位哦，一搶伊會手嚴嘅，好使。咪。你恐怖鬼鬼嗰時啫。少恐怖鬼鬼數。你恐怖。但係你搶水，你搶水冇嘥啊！但係講係你最爆你嘅點解最爆冇嘥啊？樣就是吊線咯。嚇吊 Q 線啫。線哦，有一粒魚尾嘛吊，但係你魚冇啲啊。哦。佢做你線咯，你線個哦。有個細，你個唔制就，你個鹽落去啊！哎呦！見你，我你講卡死啊你而家。即係話緊我掉佢刀而家。好彩我驚過呢。我咁啊唔注意。掉咗你啊，等陣。個有看講咩？OK，嗰一項我小弟開始等陣問你。我哋嗰度另外一部啊，梗我唔知啷有感覺呢。成個攏去公司啦，咱幫曬啦，係嘛？了你即期是有人啲幫曬啲人面條，有個啲面講話，嚇是叫你啊，叫你拍 call。講電話。哎呦，我就未得閒，你就幫曬時，我就成日。你但我就 OK，我要 stop all communication 㗎，你唔係使講話啦，我停線咪幫曬啦，心情就係嘛。因為聽人講話，即係你到底幫住還是幫曬先人出嚟跟你講話，你是不是感覺到真係無解？啊是我冇拉山呢？有定點啊！我按咗做咗啦。嚇，等陣時候見，林細講嚇。我講啊。點解我係顧個力哦，真衰嘅樣啊！因特登我登到去個袋率嚟時啊，差唔多5分鐘可能，然後你偷到課了嘛，伊就卡妹我，教你講我，教你講咋隻壞咯，就啲嘢樣教你講啊，下面面嘅愛做啊，下面面嘅啦，我仔都別走啊，數下。啊，仔都別走了啊！呢啲門後口邊個講話咯。我教你，或者你夾你專門做一個，同埋使掂住佢一啲係。哎呀 ，sorry 嘛，使夾到到你卡喂，你夾你，佢樣掉啲嘢，樣掉啲衣咯。你那是看你卡嚟講係你個個能冇幫你嘢嘅，肯定。耶！特別驚係講情歌咯，冇讓你講快咯。特別驚乜做過呀？講。我冇做過。我仲一講，咩事都這樣。咩？有時咧嚇，我到啲一舊嘅公司啦，我當面幫曬咯。因為頭家姐講物件，直講，你等陣，你後我解決我係大成你咧，我解出去㗎。你在邊外口直我講啊！你我幫咗其實係做乜嘢？佢俾做嘢出去啦，收到一卡啦咋？你明話？係你物件嚟。我都嗌你物件咯，佢出嚟講佢咩？真係嘥啊！喲，
Oh my god！ 我出奇嘅事啊！你有叫我變成講鬼波兩整咩嘅輪？好有啊啦！哇！你今日多單嚇！一逼切一俾崩晒啦！一對俾弟教你講，弟教你講，弟教你講。做啊杜蘭呀！哇！梗係咁啊！梗係杜蘭呀，冇變啊！頭日接我你我咧嚟邊就借咗係嘛？所以日佢俾咗你冇用咗佢多掉嘅 A4 size 啊！佢崩到佢一爆嘅定住佢嘅，唔知係咪件都嗌咪件咯，係佢開嚟看咯。哇！你今日拍啦都。冇睇俾喎，你冇掉幾清喎，你冇掉 set 啊？冇啦，而家出去講鬼半點鐘嘅話了。哎呦，都俾咩家亂啊！個吊你嘢抌過招，個吊你講得笑得大聲，吊你嘢抌過，你講得笑得大聲係嘛？小驚咧，小驚係嘛？你未講未？我講特特豆嗬，但係我哋去幫仔嗬，你真正 suka 嗬，就是有電話 call 來嗬，你電話 call 來是特豆，你咪就會甲人講話咯嗬，我特豆成你見你啫，所以我特豆係講嗬，我做啲 meeting 啊，你能 call 來，等我甲 call 你就對。嚇，幾幾線啊？你講sorry 我到銀行 deposit 你啊，等陣話甲放到之後咯。冇我講啊，講。冇我講第一步，我講嗰一項無阿解，就是講啊，北京嘅事啊。有嘅人吼，伊會一頂車北到中央嗰個位只攞起，人哋找北京了啊，找無了啊，哇！你看到拄到也未接了喎 ，because 伊北到你攞嚟嘅中央。對，攞你嘅中個冇得杜蘭啊，攞你嘅中個冇得杜蘭。攞你嘅中個冇得杜蘭佢啊，一句淡薄啊，你看你都未接了咋，一看看了個未接個死啊！แล้วก็一項喎嗬，就是講啊，咱北京喎，咱一北嘅時喎嗬，一刮咧，一掃入去咧，一北。哦，請北京落下。啊，แล้ว嗬，有一道嘅時啦。就是安尼款嘅事發生啊！就了我 friend 是查某嚟，就了伊只起航啊吼，了伊去找北京咯，唔要緊咯，北京就鳥嚟雲南嚟啦，然後去北咯，北啊吼，伊就去找另外北京啊 ，OK， 北好了，了伊個再走行就對去迄個頭先咧雲南嘅車邊喎，一架鎖匙嘅，哇！一車哇！大打。我講就是你，就是講你個人搶北京老是得講嘅物件咧，但係你車啊，你去你看係假了人唔掉人啊，你咪車咪掉咯。我唔敢個人搶北京落，驚我人哋靠嘅車。那免搶啦。好，特別我看這是關是北車是北回回啊，無北京見嘅。啊，不你冇看咧山啊，當然，嗰件 exercise。特別拄到我本時可以滑本嘅咯。你什麼？就是咁中冷嘅。有時可以車我做緊其他。Hello，講我聽下嚟。但是因北加成嘅嘢落去話解啊。講，你是用無阿解嘅辦法嚟解決你無阿解嘅人嘅問題。我朋友嗰時夾迄種hammer 嚟錘嘅畫鏡筆個咯。我是做花啦。即你車有隨時夾 hammer 嘅啊？你 hammer 冇會嘛？迄個手車頭嘅嘛會。小車頭嘅種嘅種嘛，嘛是。我做過事。baseball bat 嘅 pattern 嘅。係啦，我車就是呢支啦。你行到咗做。落盟家就南晒啊，落盟家就南晒。你用北京啲你 one way 啊，你100年嗬，你個了車嗬，寸真啊細位件啊。你迄個落 one way 呢嘛？你上部阿街車嗬，就北啲迄邊格嗬，你寸真啊種羅浪嘅種路啊，你邊個話阿妹撻車撻到半死嘛？是唔是？因為一定抽車北啲邊格。有我人愛貴嗬，就是上家愛扣掉，上家愛落浪膠嗰時愛扣掉二車很貴嘛。愛得落浪膠嗰時靠車呢，
所以我去裝界啊，我特掉台掉誒，我就停啲嘢中呢邊，停啲嘢車邊啊，我就先我只搞掂嘢啊。講嘢，大家嘛，佢冇佢聊嘢啦。哇！這有咩魔鬼？啊，John 個一個我隔離個話街，我個冇嚟。佢看到你，攞面講林世唔把個細驚了。佢看到你。我罵到後背。我罵講我佢看到你，個看隻看一生 OK。安迪，安迪我叫你。安迪好。哦。開麥係。安迪啊。安迪食飽未？講華街嘅話。我你講就華街嘅話咪。華街話安迪食飽未？12點啊。有大聲嚇！等陣我看看乜嘢敲啫。啊。等陣。多機啊 ，Skling。咩叫多機？當劍嚇，當劍聽到未？個字呢大聲咩？當劍？當劍個大聲啊？個大聲個本啊 ？OK 啊。啊，等陣，安尼有聲啊？冇聲。冇聲嚇 ，OK。等陣，我是敲得出來嘛 ？OK。安尼咧，當劍較細聲啊？啊咧，你唔係而家講啊？唔好係講事。啊，這是昂母娘娘出現了。昂母娘娘出現了。昂母娘娘 ice cream。嘅安迪嘅 ice cream 起來。ice cream 有多。我媽就跟住 ice cream 嘅嘛，我媽就跟住 ice cream 嘅。我媽聽住我去 Las Vegas 時，打對滿隻 ice cream。Breakfast 滿隻 ice cream，lunch 滿隻 ice cream，dinner 滿隻 ice cream。哎呦！對，OK，對我講就無解物件，但係就是啊，小講你講咪講你驚你保啊糯米魔鬼嘅事啫，唔是做過嚟。啊，講小講對嘢，等我看。小講嗰條，小講都冇事。有聽喎。有係當今夠有呢。啊，講。誒，真係試笑嘢。係咪笑？聽到，冇啦。你啊，我講下你邊年啊，就打咧就講有一條路啊，真正就打有路嘅 A 年嘛。嚇。So 揸車係貴年嘛嚇。但你見啊個字係你我係你接你即係講銀行機哦，講下你對Beach Street 係咪？我日啲邊嘅Beach Street Beach Street 啊。你就講 before 去 Beach Street 哦，要就落馬路讓 highway 做好了啦，就當 highway 啦，直接去啦嗬。你一貴啊，淨係要一條路都好定車係貴嘅啫。你落嚟啊，你對，你對咗落嚟後尾啊，我因為一個都大不嚟㗎，停落嚟啊嗬，一個都落去啊。你看緊咗去無關路嘅啫。我小路就係落，去都單點正都見唔見啦。你個貼了咩？哇！你個四百華街啊樣嘢。你兩張陣你斷掉㗎，你車等嘅你顯啦。有冇插誒？啊，可以咯。你係住電話咯，我攞嚟做可以啊，有啲可以行到嘛，但是睇下咱趕條物件，你看下嗬。แล้วกี่ไก่สูงไหมก็รู้บ่รู้ไหมเจ้านี่แม่พอตาเดี๋ยวรู้ตันนี่ว่าตันนี่อยู่เจ้าบ่ตันกูเจ้าตันซีอยู่จ้ะเอาไปเชียไปกันจริงๆตึงแล้วจ้ะแล้วว่าใครก็รู้บ่รู้ไหมปอเจ้าฮะลิ้นแบบบ่รู้เกี่ยวหลังเกี่ยวมาตาไหลอ่ะว่ารู้ไอ้เจ้าไหมเจ้าอีกก็ปุ่นตูรู้กี่เกี่ยวล่ะว่าก็สูงแม่มาตูหลานเนาะวะ我本時裝人，我本時係戒兜命嘅人嚟咯。我本時上嘅。人問者就淋晒啊，或者咁嚟講。你等我看看，這部講到個啊，這是啊，這個本正哦。嚇。講緊10 minutes OK 都啫哦。10 minutes 冇 OK 咩？5 minutes 就幫幫落去。啊，特別驚呢？特別驚你話咩物件？話解啦物件。哇。拄到，咁樣拄到老人嘅，咧個拄到成有你啊，有影嘅事啊，無影講嘅，無影嘅事啊，亂講嘅咯。哦，是成話啦，又成話啊。啊，亂成話咯。本時你老人嘅行貴咯。以老咪老嘅人。特別你講伊講是頭輪變裝嘅喎。係咪變裝呢？我講是頭輪變裝嘅嘛，啊，我哋話。
你是講試我有當時啊， discuss 呢嚇。嗯。我當時我嚟割葉話起嚟，我嚟割葉話起嚟，我嚟割呢一句後啊。你講你無講嘅事啊，我放嚟聽啊，哥，嗱我聽到你講嘅物件啊，我嚟割起嚟聽。哇，好了好了。放嚟聽。對。我咧度講啊，安尼款是幾好嘅。安尼款講話，你白白朋友講話，你唔嚟割係咩啊？你命啊亂咗咋？你講啥物事啊？你講話點兵話嘅事啊？係啦，所以我買嚟割鼻啊。有人就衰咧教兵話。講兵嘅咋？你兵我管你幾時你兵啊？我個落去我錄幾兵嘅面。你講報水 Facebook。阿鄭講。冇我做工嘅我俾假 leave 啫。啊，得特別嘅講得先。我俾假 leave 就แล้ว我妹伊講 OK 㗎了就，แล้ว我咪講 OK 啊，我個頭嘅講我俾假 leave，แล้ว咪試下做咪㗎了，俾做工 partner 嘛，伊說話做工 partner，伊 cover 我嘛，我 on leave，所以我咪個頭嘅講啊，แล้ว伊我這邊個頭嘅講好勢呢，頭嘅 approve 呢，伊嚟我講咪講啊，我冇 approve 啦，依個意見啊，呢物件㗎啦。你頭家走去隨我，我咪就我咪講起咗佢啦。我冇啊，我唔會佢，伊講冇喎，伊講冇喎，伊講都冇計講喎。我了我計啊，掉手了，我注意個講我嚟個了佢。夠整蠱啊，夠整蠱啊你嗬。啊，那冇喎，夠計啊你人。即衰㗎，話諗乜就衰啊？會話你講未？我講第一部阿街嗬，就是講嗰種你講嘅倚老買樓個表件啊，我哋攞就是人班前教啊，一款嘅。再講班前教。你講嘅話嗬 ，OK， 成日講伊成日講伊真正教咧嗬，咧伊成日講伊太教伊自己啊嗬，咧伊去講別人唔好嘅就。我哋攞人嘅款嚟就，伊成日講伊個其實係只神神嘅那款。伊做嘅一個其實神神嘅款啊，我無可能做嘅款嘅物件，都無成個路人啊，係咪呢？嗰種就是一個無阿解啦嘛，你講人做咩，你一把影無事做啦，一個表件啊，你有嘅嗬，成日講到 office 位啦，唔知是一把小影啦嗬，你有嘅人呢嗬，就係個安怎就是伊條工吹迄個無 ，actually 是只細代志嚟嗬，咧一條工成日講嚟 discuss 啊，可以變大去。安尼款，咧伊就學 comment 講，你唔應該呢啦，你唔應該呢款去死啦，好先。即就是成個班前教啦，成個真教呢，家己。就是講做家己只教啊，嗬，哋攞咧為攞，即係是愛面啦，愛面主義。教嘅款咯，教嘅款咯。就是哈。像這老人咪想咯，做呢上班行貴嘅了咯。無阿解。了，睇我看咱我生活過係咪嘅無阿解？對啊，換車咧，換車刮車你頭整咧，還是買後你接？你成講，我車冇就是啊，一刮車啊，一刮車，一刮比如臭話，比如爛椒。我冇做過咧。唔係都唔制 B 係咪？都唔知家己做錯咩事咯，就講話有人刮我咧 B 出話我咧，我起行我是講到底我做錯咩？啊是咯，我是咯咁講嘅，咁數啊是啦，看咧，係咪物件我都唔知係咪數。Sometimes 人哋看到就 sometimes 咱刮到。咱到 right lane 嘅位喎，嗬，咧伊到後尾我哋是下路滾開啦，我哋呢邊先啊，咧都冇去注意咯就，咧伊就 from the left hand side 刮路咧，嗬，咧伊看路咧，咧比路錯話咧，伊刮路啊你。咧特別嗬，我哋對伊嚟講咪是路無街咯。係啦，就是對伊嚟講是咱無街啦，係啦。咧是講有陣時是咱換車頭前嘅車慢。阿尾嘅車就是無法咧嘛，對我咱對調頭前嘅嘛，咧伊刮過路啊，伊比如錯話有穩嘅笑嘅。特別有咧，我這邊單就是有人係啊，你伊換車伊袂你騎較快，係來後尾調結你啊，一對你按呢啊。我有做過，你講看過，我見。嚇，安怎？浪着人。
去浪就拿嘅杯，去浪就拿。你而家浪掉啊？你而家浪掉啊？你就是即係叫做河街。แล้วก็搞咧哦，牙帶咧就 because 一搭車嘛嗬，搭車我就等伊回，我就等頭前行回淡薄咧嗬，แล้ว就創起了大 break， 創起了大 break， 咁你看到就 you know what I mean 啊？就係講伊頭前嘅車伊起架回了，แล้ว都個大油，咁你看創過去啊，แล้ว個再停，咁你看啊，阿妹嘅車。阿妹會車，伊同我講會行，伊本對了我錯嘅，伊見落我係妹，原我 stop。我不到，因為我聽到個講講派個這類車嗬，不到我唔夾這咯。我頂一個邊咧，我唔看車。小姐或者小姐在話，小姐嘅好。所以啊，講你命對厝啊咪，是你割了裡面你是有命對到厝。係咩物件？哦，係啦。你這邊話係車嘛？你講是有命，你是講你割了裡面是你有命對到厝啊？但是我聽到啦，但是講落掉啊，冇聽到就是死火啊。你是未死哦。叮當嘅時咧，唔知得隻 episode 啊。邊啲學嘅我唔是乜辦過佢，這邊我學車個韓拿往這邊我係車咧叫做講。十咩部十部的士。十部的士。啊對，我十部的士，我到去聽去 search 看隨口我十部的士。誒我講個知道啊，對，個我廣告迄單啫。你時邊啲學嘅網頁，個有經過這邊講啦，邊啲即 Facebook 啊有並且邊啲學嘅人比較有這過3000人咯。哇！你知你啊，所以咪唔知特有啲人我看唔知有人聽啦，咁樣唔知嗰啲人有聽，變嚟學嘅啦，有人是成日看到學嘅你 group 喺度 join 咧。特別咧世界上都有隻字啦，好似變嚟學嘅啊，到啲即係變車去拔掉變嚟學嘅。I think 啊 ，sometimes 時啊，阿 John 啊 ，sometimes 時都會使係，你 sound clip 嘅 link 到你。我看見有新嘅 show 是話係嘛？新嘅 show 話係唔知。冇，你冇係 link，你冇係 link。我係 website 呢嚇。You know what I mean？但係sometimes 你係你 sound clip 落去啊，人接去啊，可能人你嚟聽啊，sometimes。係。OK， 我新嘅 show 係係喺邊啊？我感覺就是安尼款咯 ，another 辦法咯。去 promote 啫，一落有街人，講小姐就冇街啊。下講小姐，拍廣告。唔是拍廣告啊！條 Facebook 嚇，有人好似我同你講係 Facebook 拍廣告，不是話解。Facebook 拍廣告就話解，我特別直去啦，看到廣告我看，你先有啲廣告是個有淡薄關係嘅邊兩嘢，我就留去放一個。有啲是有人轉啊，喂，嘛買咁 A 啊，買衫，到底係咪我是頭一 delete 去？我 ban 呢個，我個 ban 呢人。誒，我就攞就是你啊，嗬，講下咪 blog 嚟攤路啊，咪啊，啷看到嘅時候，啷那是講俾我 remove 嘅時候，我講有兩，我冇咪上去 Facebook 嘛，所以我啷看到我 delete，啷那是冇看到啷講。我有一種嘅，加幾呢？迄種講係咪啊？一天賺2000、3天賺5000呢種嘅啊？少。你個你係上講我白單咩種嘅？係咯，少。小姐都講未，但係講冇講住你隔壁厝邊嗬，7:8我10點幾12點啊嗬，個播麻將啦，冇就是嗰啲放歌時大聲嘅咯，係你。係播 music 嚇。即係一會，我放麻將，你 music 啊，冇去就做party嗬，做加2-3點啊，個買線啊，哇！係你而家計神咧，係你。我票冇時你我賠咋，我賠啊，夾棒對，車冇得咧，車一個塞頂阿諗蛋呢，袋真係冚面，袋。咩件嚟？我冇明白。因為等到第一個阿你我賠咗，車一買定新車對去嗬，就砌個厝位啊嗬，然後伊部貴咁崩我冇人制買車嘛，就將一個頂咧阿諗去蛋。啲嘅表，你驚tiền呢？啲阿諗蛋啊！哦，誒，嗰一種是我能聽到，我老。冇咧，我慣咗搭炸機咯。炸機咗？阿諗蛋。炸機就咁定阿諗啊！開嘅，
伊食啦，咱是炸起嘅。啊，但係佢哋on 個bằng speaker 撈撈。哦，入邊梅浪嗬，我梅浪啦，就喂，講南西講，講，我講先啦，我梅浪嗬，喂，白鷺嘅厝嗬，我幾平啦，喂厝仔隻狗嘅，我算啊都食10條狗都，我這邊厝邊了都，所以我幾平已經有3隻狗嗰種細隻嘅那亂啊，鬼嗰啲啦，嚇嗰啲啦。然後伊八月嗬，半年嗰陣，半年特節嗬，4點10早起嗬，伊就叫8點鐘。伊講啊，有鬼嘅時陣看到鬼4點。耶！唔知特節4點10嗬，伊就叫到4點半嗬。了我半夜唔知真係亂嘅，迄種係咪叫冰車啊？哦，冰車啊！啊，冰車就有背嘅，打嚿背嘅嘛，所以我一等半年咯，所以我未困，我特節哦，一等到我上班伊袂4點哦，我請我等伊等呢種。喲，係你部啊，所以只哦，咧，我是玩得做咩哦？伊個 owner 哦，會困嘅咯。我人幾間我聽個真清楚啊。關事啊，係啊。伊 owner 安怎會？梗係見嘅了，有時我未當嗰陣。我甲你講。有時哦，佢再等啊。我輪咗半年哦。我而家未當啊，你走我去做咩？我去甲伊厝頭前嗬，我訂伊個 doorbell 嗬，我訂 doorbell，伊狗本是對了我叫阮，我陪我阮，我無管我訂 doorbell 嗬，了我看到伊啲坑嗰邊個頭看我嗰陣，伊會問啊，了唔敢落來嗰陣，了我嗰時訂，伊本咪開哦，嗰陣我用卡嗬拍伊妹，咁我哇，教我成日講都毒死嘢搞。我對伊三時看到啊，了嘅唔知幾難嗬，伊對面來梅花度，伊呢件嗬，你去訂，你是肯時錄來哦，阿妹講是哦，你介講啊，你看到你介講啊，伊個在下面我播埋來啊，了自從佢到嗬，伊搞唔敢打了。哦，因冇 at least control 啦，真係，搞是搞嘛，你冷就冇 control 伊咩？因真酷咯，冇人可以交埋笨蛋咯。那唔真咗酷。我甲你講喎，講真好笑誒，就講我厝揾嘅隻狗啦，等家安尼亂咧嗬，半無人出來看咧，我厝接賊喎。哎呦！頭先無份，無人出來看。我知咩事？平時你搞到啲背事啊，煩了。唔是。特別應該是真正大聲嘛，即個人入來一人只大聲咧，應該是安尼姐姐，特別本是熱賊哦，好笑這樣。你熱賊偷到物件？特別我係真係怪，我偷掉我 notebook 啦。哦，我唔使講你啲 notebook 冇去，都是偷人偷。你談只 episode 喎，嗬，我係到我係上班我係夾本冇去啊。你 recorder 冇偷掉啊 ？recorder 冇偷掉。你 SD 卡你就俾佢先嘅啦。是咯。哦，佢特別落佢先嘅咯。哦，貪食係咩？貪食。係白骨茶咯，平時啲 episode 冇去啊。咩白骨茶？錄落去下，我唔知係咩嚟。有啦，但係是唔是甲你講咩？咱加一個甘培去食白骨茶嘛？哦，哎呦，死定了！你可能睇去啊？睇去咯 ，because 我係頂一日就是我感覺好我啲做掉了嘅，係 episode 做到一半，人叫我出去啉茶嘛，出去啉茶咯，乜你對來那時就安尼了。唔知是你叫你出去啉茶，朋友等咯。哦，我有嫌棄啊，我會。近下我 laptop 冇電啊，嗬。攞你 laptop 冇電哦。喲，電視冇啦。你安做好啊？唔係見你貴嘅對樣，貴嘅對樣。是哦，แล้ว我有咩 laptop 超爆炸？係 laptop 爆炸。laptop 餅超爆炸。兩勁嘅。一直開 laptop 餅就嚟。哇！嘅先聽咧，我真濟包無地去。哦，冇 backup。
冇 backup 嘛 ，because 我哋冇講點點叫我 notebook 出去嘅，我哋係到儲嘅嘛。誒，微微話你是唔是啲幫你買？你再一隻，你收你但 iPhone 呀，直接收。冇啦，我叫我買我喙啦，成喙啊聽冇嘛。冇你聽我聲你一隻，kick 隻是你啊，真是呢。哈，誒頭先愛講係咪啊？哎呀，我未記住啊。冇解，講可能拍槍咯，唔是可能佢哋搞個背，你平時你全部就係亂嘅時候，可能成嗰時偏 normal 嘅咯。係咯，應該是本啦。啊，你全部成隻狗嘛？喏，十隻啊！我本做正邊博街嘅，本我唔知是唔是博街啦。啊，應該是啊。我阿本哦，我唔知是，我係厝阿本哦，伊樣在下面一個番仔去飼一隻，咋大隻嘅雞咯，迄雞哦，你家去燒拍嗰種嘅大隻啊，隻鼠嘢啊。然後伊大隻哦，暗暝8點，等到媽早去8點了。哎呦，你直直叫嘅咯。雞直直叫哦，然後有時候未當我未困咧，叫禮拜未困哦，然後去 record 伊個雞聲落來咯，然後再去錄有一未當了，然後我夾迄個聲哦，我夾迄個 record 嘅聲哦，夾去擘大了播了，然後迄擘大吼，再去6點，你嘛想一個查某再去6點來播擘大咯，你擘大問我阿妹阿阿伯哈，然後我講。我講我有影吼，我講出來我家己本就好笑誒，我向家講咯。你講你可能，伊講你可能非禮，可能強姦啲非禮嗰度，我是唔是？然後我講唔是，我是學一隻雞亂，然後而家你覺你聲我可能聽我，我自己乜蛋我，你冇我自己吸一邊。伊把打無笑啊，把打。就伊唔卡啲位變成照，伊家冇再冚一邊嚟照。你特別我就試呢事，我講咪平常試呢事，我冇笑喺度呢事，我而家就起行咧，我爸來咯，你講阿妹，即係你記數我，你特別去白會部門報嗰度，唔是乜大了。哦，佢都係報。講佢背咗係咪家畜，唔知係咪嘥啦，要好啊，就嚟200蚊啦。我先搞到做200啦，我搞咧 owner 打出數咧，我搞嚟 owner 搞緊 owner 小拍咧，講不要緊，我做一個 report 咯。你話我講真，我真係有收到喺條 report 過嘅，我睇到我有我 scan 咗。好 scan 得嘅我bằng到website 嚟啊。Ayam berkok hari pagi malam 12. Ayam berkokok.你吹看 scan 得嘅啊？我對公司教我嗰啲講我嗰啲了超級半死啦！你講你翻翻一做翻你數嘅，我講真好笑咩？我死咯，真好笑！你吹掉 scan 係嘛？我係扮 Ayam berkokok。我家己冇好笑，你講嗰隻本就笑嘅，我係朋友啦，伊可能拍槍落刀咯，就係電影裏邊我。哇，落刀啊！伊就一張搞講之後，我笑甲有影我教了笑甲袂講話，伊是安怎咯？伊是去迄個銀行訂落，然後我訂一半時哦，後尾會有一個人拍槍伊咯，甲伊講我愛拍槍落，然後我伊叫伊訂個落出來嘛，你一訂錯 number 咗，錯了伊規個夾夾去哦，夾去哦。規個夾夾去哦，了伊講喲 sorry， 我唔是有事咩？係我上緊張了，我記錯了。迄個賊講伊看到因為一夾夾去嘅無辦法嘛，伊講 OK， 如果我搶落下，我可能哦。然後伊講我搶落下，啊做錯下，我搶落下。然後伊講 OK， 如果我人去買下，我可能會見賊講去買一個千拖，你用一解見賊解隻賊咯。去到迄個 shopping mall 去買千拖咧吼，你下海搶去，你伊個唔知講千拖吼，下晡來，喺對公司吼，你一問伊係咪數？伊講我學賊搶下，你我人過去 shopping mall 買下。你個菜買下咯，伊講不搞我下，我無下情嘛。
做我安怎好？你係講別拗機，我人去買過一箱子嘅剩，我攞去產生廣告。別當我，有笑咧！伊下人家搭路嘅喎㗎。Yeah, my god. 伊下人家搭路嘅喎㗎。伊拉。係咪吉拉誒？別啦，飛啦！一個去，佢係自己咯，一步一步一冇白白見，其實佢俾 A 是個講佢白白叫做 friend 嘅，你 email 是佢好啊。Oh my god！你朋友的事就講派。嗰隻你話解啊，仲我想啊，係啊，嗰個時候講未？小姐，係，我個腦你話解物件個，啊講，一個咧個是哦，你等咗人嗌北京嘛，人嗌 reverse 出嚟啊，你咪看到北京啊咯，แล้ว你咪停咗等人 reverse 出嚟啊，你北嗰啲人會嘛係哦，แล้ว你阿妹人嗬，就啲看路嘅咋，有咪 push 嘅？我本是sorry，我本是我可能本嚟，我可能本嚟話，冇，我可能係咩事？我可能唔是講我看情形啦。你頭前一樣嘢俾單有一個位，佢夾攞夾你到幾那電車坑，一買樣嘢俾擺喺地，我係一夾兩啲出掉，那個塌掉後尾人車個了。但是講無 OK 無北京 OK 啦，你講坑無北京，你會聽你成教下，你成白咯就，係你話無插啊，有啲時你看佢頭前坑嘅咧一片嘅啦，伊樣嘢佢俾擺喺一坑，係你話看啊還是？啊，這邊人一定看到咯，哎呦，極死嘢，這邊人嘅了，這邊係邊個啊？還是馬來西亞？冇，這邊人嘅邊個人嘅笨蛋誒？係咯，對。比較人只是甲白咧頭前，單又白頭前。因為你只係咪數較濟人無插嘅，較濟人就到底係會單嘅咯。所以樣是關係。有正人嘅，正人無分嘅。正人較只 patient 嘅啊。有哦，一紅灰呢嗬，無一個有嗬，一青灰嗬，伊就邊路叫你行了，你就你 handbrake 用袂好放過。你講？哇！解嗰啲，冇，有誒嚇，把路青灰了了，青灰就看了，就看路啊，伊就叫你行了。是。哦，人單未掉，我冇娘娘講事。咱若是講有誒是青灰，咱個地平圖。你無上啦，你無上啦。我是線。無我哋見係咩啊？我哋見就是到啲火車是人講電話，一講電話咧是一支手咧撳掉一下，你未拍息呢啊？一按的是無係息呢。我唔知就是我只未打慳你拍你火車唔拍息呢人嘅咋？我想你俾射電對住一個就係拍嘅了。你成射辣啊對住咧時下，咁我按個刀，正平落刀到平嘅一個嚟。你唔係食呢做咩？但對住嘅嚟。馬來西亞人講這唔係食呢咋？我頂住只毛病，你講你人馬來西亞車冇食呢。但當咪係食呢係起紅，還是對面來喎，伊等來嘛啦，那麼是講伊係食呢，那麼是在咱嚟準備哦。冇係喎，等個波士嘅歌冰溫過去。哎呦，係啦，我就係嘅，你邊隻播？你播街嘅你只播。係咯。一個有咧掛我見住你個陣，係咪？個字啊，你人掛車係哦。嚇！一掛車係哦，一掛車咧嗬，一掛車先咯啫。一頭掛你阿妹啊嗬，人家就是講尿個血就冇得個插入嚟到邊嘛。嚇！一隻掛住佢啊嗬，冇血尿，後尾佢都插住邊出嚟啊啫。我都未點答。我叫浪尿嘢，唔制冇。嚇！啊！你本無解我睇。真正呢，真正。我哋交無解你上呢件嘢咧。你如果無講慢慢係食呢茶葉，紅飲誒你茶。少割過嚟睇咩字路啊！真正到落去咧南啊你咩你或者南華語啊，南華語平時成隻落過去，伊人到伊人咪好平嘅練，佢就無人行，伊人就掉地行就嚟練，行咧咪搞咪起橋，伊人咪起嘛，
紅險刮出來。哦，冇有咩知較快，有咩較快去較頭前呀？是咯，前頭前咧紅險咪出，咱在一頂伊咪起嘅嘛條，係紅險刮出來。我哋希望，特別我拄到人可能人嘅時候，我哋希望我就嚟咗隻生隻可以車兩部去，都掉掉面。我咁買做爆炸，我咁買做爆炸咗就，所以車兩拍起就砰嘅，到啲嘅落停咗。你是阮何羅哩有你講我冷死姐啊嘛？我垃圾啦，我坐羅哩啊，坐迄種貨標我死姐人啊！你路是你但是路拖車，我關你直頭。來家來啦，來哇浪死路。南西啦嘛，我哋南西，南孟子喺度南西啊，南西就車立路，南西是位 security guard 嚟啊，個人講。嗱，係咪第字攞去吹南西聲？因為我時時聽到閃地嚇，有時講咩對唔對啊？閃地講有大頂車 accident 是沙拉是無插住沙拉，乜是大頂車？沙拉嚇。所以你就是講㗎啦，四頂車加大頂車，你四頂車你大頂車特別鳥，你四頂車冇能講靠掉下，你是無插住唔掉本好係不是大頂嘅沙拉咋？你講我摩托咯，摩托嚟攞摩托能坐啊？摩托哦，特掉呀是攞嚟講就是車坐啊！哦，未怪你車，你摩托係摩托人嘅私人款㗎了。是啦，只落呢開呀。哦，我唔知接落嚟咩事呢？是咪你個私人攞？冇啦，隻股啊。哦，安怎我唔知啊，所以如果我唔敢學車啦，直到咧，所以你講要學安尼嚟靠到你車就一邊嘅時，你咩事你剎啦，我唔敢學車啦，白打等於我坐巴士。係啦，你剎啦，我坐巴士。Oh my god！一搭巴嘅時，有時講你剎啦，你坐巴就浪掉嘅時是，因佢成鬼呢轉嚟轉去嚇，你搭巴嘅人啊，嗱 sorry 啊，我真係這邊咧，我見你就冇搭巴，特別浪四字就冇咯，even though 你是冇沙拉啦，你名一條唔是死嘢，係你浪掉死。老是。你講咩要小山未？小山啊，走外走啊。你幫晒啊？冇外走啊，出去啊。話雞話。誒，頭先你冇講就背個，背嘢冇講就，背嘢冇講就。係啦，第冇話雞就講人背咧。安怎咧？呢啲我講到背了。好啦，一直開出，你呀，最近肥去嗬？肥了。得攞咯，係啦，人減個半時啦，嚟講下你看，梗係無阿解嘅，無時候講人嘅心情是啦。我是，係咯，我最見是啦，因為你別使講你 disturb 人啊，你無互人 solution。unless 你 disturb 意思講我人叫 disturb 嘛，即種意思講你教人講你不要，你 actually 來講actually 我人我有一個秘方嘅時候咪點背嘅，你按翻嗰部。你就嚟做傳銷啊！這裡就嚟做傳銷啊！我個直接未打閒就冇解，就是要俾我 insurance，sorry，俾 insurance salesman。我講這是無阿解，特別唔是無阿解啦，伊人是無頂伊無咧未曉的。估一個人伊是做工較古經嘅啦，然後伊就來互我指做喙齒咯。來指就拍個來講，伊做工就係講個較古經嘅，若是兩面兄弟啊，家己人啊，有啲較古經，我知啊。你介紹講我。你是好心啦，立時講咱袂講無嘅，咱問咱當人問咱講嘅話吼，阿爸阿爹阿爸阿媽講都麻衰。呢個咁樣笑招講，即係有心，即係有心。你是culture difference culture 啦，咱當人無講嘅話。伊真正有心啦，老實講，咱當人是講，就無跟你講嘅話。誒，成日講成日講白紙讓厝人就死死刮茶邊，你較扮嘢，係冇？定當我一放快，我其實都係叫我一朋友啊，伊厝是一隻出名嘅，一隻咩公司賣學生一隻出名，就啲你諗層啊，唔知道啦。你是伊講，我相信。
你咁你想食，哈哈，是，你知啊？我想食啊，對啊。你伊講我不講貴，係我不講貴。Form 5嘅時，講 Form 5若是攏考袂過，攏去跳海嘅時候，講你像人講來我就袂學啥。Oh my god！哎呀，笑死我！特別你個好笑啊！這你往時我講嘅物件，咪是這咪是布瓦街，特別往時講嘅布瓦街物件個好笑喎。好，review 話好。continue 啊！你問學人拍到你一個啊 continue。一條小鷹咧，你落落濟啊已經。哇！我背到對啊啦！你激死咩？我再去食到對下，人講你背啊，佢去食下。係啦，我去食到對啊！你自己放棄咯，自己。係啦，我食到對。嚇？是咯。我最近我食最好食嘅物件，食最好食嘅物件。我個在 post 去 Facebook 嘅位個。你 Facebook 啦，關鍵。你望食得濟啦，食就好啦，望食得濟。小碗呢？啊。唔係啦，我看到我個介紹已經上肥啊啦，然後感覺到激心咯。你一個再去食下佢肥啦。佢食個字。你食啦。食好食嘛？係咪嚟？我明白，我真係明白，我真係了解。咱見食啦，我真係了解，特別有辦法。你看當然我咪是到食，咪是無山無背。無法了，because 啥物事做最近啦，就是定定拄到好食嘅物件。個無法咧。無法誒，即係咱好食，咱賣食，你對不起你家己哦。一背嘅時個對不起家己呢？一隻咧甲耍啦，嗰時就是講製造孽咯，家己。製造孽對。即係嚟拍水。即係嚟拍水係啦。喂娃娃，你看到我即你無，我知你無看盧剛啊，你看到盧剛你係講我上山嘅。是，唔係啦，咪上山啊，上山。面上只無上山咧 ，sometimes 會看咱這邊，安怎講下？若是講好看 OK 啦，特別有人山過頭會變潮吹去嘅，你知道？我有潮吹哦，各位聽講，看下我有潮吹。我唔知，我冇看到。你應該冇啦，你喺容光煥發嗰啲人潮。佢哋能潮啊未？但係我就比較山咧，我就能潮一接康嘅較背嘅，你知道？有啊！你講你道理咩？對咯，你搞笑啊！南西是唔是就搞笑啦？講你道理嘅。大背鏡還是搞笑？頭上大喎。哦，你搞我頭乜上大？山啊，比頭上。對咯。哦，你搞我上我頭咪是只大嘅。定得我身軀大，個大，頭個大更啱。有見啊？係咪嘅唔要緊？特別嘅。頭大香菇大了嘅，你問頭香菇大頭細，哇！你可能超都成好貴呢。Beetlejuice。誒，我古裝特車。特別我本是頭大嘅娃娃。特別好嘅就係你身軀本大，哈冇話解。衰啊！特別我唔是，我講聽我食影山嘅時候。我係邊隻派山嘅咋？我邊隻看？我當今啊，我特別山嘅隻。我當然特別山嘅隻地步啦，我邊嘅係山。我當今冇你個山看到我邊嘅山呀。定到是邊？定到是山嘅地步。我山嘅潮出地步。你咪去看咯，條 cancer。係你冇話解？我朋友佢講嘅嘛，山就影面條 cancer，出水樣嗱話解。買啦，會話你去 Ustream 看咯，你講去看。真係我看。頭先我用 iPhone 看冇喎 ，search 冇。我成日俾隨便拎嚟啊。OK 啦，咱再看第一啦，肯定你唔慢嘅去看啦。咱個開掉嘛，盧講，咱小打下咱即個博解，哇！咱若是講到係咪博解誒物件攏比較往你博解。多謝，有來出去食，有來陪我，有來陪我。哎呦，你問招人出去，咱能夠攞出個。
后來陪我出去，我係龜婆。你看你而家你 laptop 見啊，看個人拍槍，如果能夠只係你出頭你 computer。冇，我叫我 iPhone 呢。出醜。唔是你出啊？你出醜。有買啦，路啊。我驚咯。除草啊，就係你嚟阿妹，之間我而家搶到 iPhone 嘅時候，大哥冇電話用啊。係啦，你計 key 咧 AT 唔是 AT 計 key 咧，入聲嚇 key 咩線你就升 iPhone 4出嚟。你計講可以搶我哋 iPhone。你計講誒等都學我你電話，我俾 iPhone 4咧時，所以等我 iPhone 4俾咧時，我考慮啫。計講道理，賣包㗎了。計講道理，實直到活呢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咱講下小蛋啦，下禮拜再見。下禮拜我哋講嘅話題就是咩啊？ Q 處 OK， 燒掉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咪話走未？會話看啲下個我嘅即in studio 誒特別嘉賓王布娘娘。拜。OK。拜。